进前3级防疫警戒期间，台北市立动物园休困77天的时间，今仔日总算是搁重新开放参观啊！透早就有袂少家长带囡仔伫咧排队，不过因为动物园目前也是有人数的限制，民众若是无提早伫咧网络预约，就无法度入去参观。 一早起，就民众夹雨伞、戴帽仔伫动物园门口等开门。园区自5月中到搭，已经暂时关门77天，总算伫8月初1重新开放。因为他们想动物想很久了，对啊，然后就疫情嘛，所以都没有出门了，对啊。难得有机会，然后现在因为人数有管制，应该还算安全，所以就想说全家一起过来看一下。 囡仔人真爱坐游园列车，拢爱全面消毒。到初9进前，因为动物园有限制人数，所以要来拢爱先线顶预约，而且实施实联制。动物园表示，目前敢若开放互我，室内亲像徛高馆、餐厅等等，但是有群聚风险的所在，拢还未开放。另外，园区一天的总限制人数是3600人，顶下晡各一半，每1点钟的人数嘛就控制伫600人左右。在巡查的过程，如果发现特定的区域前面游客聚集比较密集，可能现场喊都没有用了，所以我们会透过广播系统来提醒大家说，某些区域可能目前人比较多，那大家就可以疏散到其他的动物前面去。动物园表示，即马园区内清洁消毒拢有加强，所落来若市政府甲中央有其他的开放的政策，伊嘛会规划应变，互大家甲动物见面嘛兼顾安全。记者陈嘉文调随在报道。